后来，这个高中以下学生上课敢会使炸手机啊咧？教育部邀请到教育团体来开会，有一个初步的规定，包括这个手机啊、平板的电脑、甲智慧型的手表啊，上课进前拢爱交学校统一来保管。这个上课的期间禁止使用，下课才阁幸福学生。其实这款的做法，真侪学校已经做真久了，只不过这届都参。智慧型的手表啊，嘛禁止使用，是不是伤过严格咯？较早加工，一透早就甲你叫起来，即摆叫你起床的手机啊，一透早就爱收起来。老师，把你的手机拿出来，关机，我要下去收你的手机了。早起7:30一到，学生囡仔手机啊，就拢放收入一个透明的壳内底。一班30个人，平均有一半以上的学生囡仔拢有揸手机去上课，也毋过全部拢放收起，互副班长收入这个柜仔内底。这是台北市茂名基金局中，拢总有80个保险箱啊，逐班有一个。全学校学生的手机啊，拢放收来锁伫遮，放学才会当摕。除非去回诊，那你要拿回你的手机吗？要。像安尼，才会当将手机啊摕上去，无得免讲。教育部昨开会定出高中以下3C 用品管理的新规定，手机啊、平板电脑、笔记型的电脑、Apple Watch 等等行动设备，或者是青菜装置，都要由学校或者是班级统一保管。学校会当制定保管的方式甲规定。这很好，不然有时候小朋友在上课碰到他不想上课的，他就会在下面自己挖，那会影响左右的同学。遇到过的是有3只手机的孩子，保管了1只，然后他还有第2只，但第2只又在被保管了，还冒出第3只。他生意做这么大，对，爸爸来领回去的时候不讶异。有的囡仔手机啊，放收走1支，到第2支甲第3支。有家长是感觉手机啊会当管，也毋过连 Apple Watch 都要管，敢袂管伤济。若是有重要的代志要找囡仔，是要安怎咧？那如果你真的很急需要，你也是可以跟老师讲啊，直接找老师。对。老师也是希望下课时间囡仔会当出去运动拍篮球，毋是我伫教室内底耍电动找战友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